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咧哈对只当特殊嘅枫树那地摆度哦，所以看到顺头咧叶尾哦，哈细啊背后拍弹的呢，叫回家洞。咧后尾呢，叶尾哈太哈长哦，咧种嘅表面看起来油油光光的呢，叫水笔咧，咧北台湾唯一一只回家洞边水笔嘅上腔下嘅河桥嘅实体哦，其实位在新竹县新丰乡新丰海嘅出海桥哦，到去年2月1号，咧种嘅实体保育法公告以后呢，咧当是变种嘅内政部营建署引起呢国家级嘅保育实体哦。但是当民众他因为讲，下咧国家级嘅保育实体，其中因为唔系国家级嘅保育嘅办法咯，系国家级嘅限制哦，其中因为讲可能咧种保育实体。国家级嘅设下以后呢，那原采到了河桥实体所从事嘅农业、渔业行为咧受到限制，但是咧係只15周佢哋靠海惩罰嘅，假使冇辦法到海地方去落實嘅話，咁佢哋懲罰用嘅善咯。其實啦，禮拜嘅實體保育法，佢諗住明知利用安用型嘅精神，佢允許咧啲投擺原採有嘅漁業、農業嘅生產嘅行為哦，也來飛撇來開發。故所呢塊嘅原採精神咧，係做得本來的民眾繼續到咧河橋實體來從事原採有嘅漁業、農業嘅行為，甚至一條太開發案也再當下來，佢哋嘅生存嘅環境再保護下來。故所係生發、生產、生態三樣嘅就好嘅辦法啦。但是地方上民眾係青島嘅受理哦，佢哋因為講咧公開說明費啦、咧草團費判啦唔拉到，咧政策嘅民意呢，其實並冇十分了解。但係喺村民太妃行業總督嘅辭鋒強，堂菜地鄉親韓國公部門其實對法係咪物解，佢哋矛盾都喺邊呢？我想你等下談起到嚟說分明也強共同嘅關係。開會了！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辭鋒強面頭前哦，喺面前就會看到台灣海峽，而家到你新豐實體嘅範圍之內啦哈。我想先看到你現場都鄉親從能成到台灣門口，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雖然講嘅新豐實體呢，喺目前到台灣嘅80人隻實體地位度呢，也進度下急嘅哈，已經判過了公開展覽嘅說明會嘅哈，也目前嘅保育計劃都審議當中啦哈。那但是事實上呢，台灣嘅保育實體相關概念呢，從民國86年是開始了，但係到今呢，差唔多行嘅話有20年嘅時間。那20年來到底係有冇人推動嘅？像今邊一篇嚟介紹，同時嚟了解下當地民眾對一種嘅然後變咗國家級嘅一種嘅實體嚟保育嘅時節，有冇受理嚇？佢講，然後安呢，今次件事新豐，然後發生，一講全台灣80人隻嘅實體要面對相同嘅情況呢，像今邊大家共同嚟關心。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提嘅呢係你內政部營建署哦，上鄉發展分署嘅分副長，就係姚克勳姚副分署長，你好。大家好，很榮幸來參加村民大會，謝謝。稍等，歡迎收嘅係你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嘅副處長傅啟明副處長，好。主持人、各位與會的貴賓、各位鄉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第3位來賓係青宜大學通識中心嘅講師蔡家陽蔡老師，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其實這個濕地哦，大家對它可能不是那麼陌生啦。最近這5年的發展，在2011年的時候呢，實施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劃。這個計劃是5年期，到今年就期滿了。其中在2013年6月份的時候，立法院3讀通過濕地保育法。在去年的2月2號國際濕地日的時候呢，正式來實施。那目前台灣一共有83處被指定為這個要濕地哦，那總面積有47000多公頃，其中國際級呢有2個地方，那國家級呢有40個地方，那地方級呢有41個地方，那包括我們新竹縣也有2個地方級的，目前都還是在評定當中了哈。所以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姚克勳姚副分署長，就是說濕地保育的重要性，它到底是可以讓我們從這裡面學習到什麼，或者說它為什麼對我們是這麼樣重要？我們花了20年時間，陸陸續續來推動這件事情。謝謝。我想濕地大家現在的地方就是濕地濕地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對於地球的暖化跟氣候變遷
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了哈。所以我们在刚才主持人也讲说，我们在利用了很多的奖补助，一直到现在的保育利用计划，其实就是要留下湿地，因为湿地它除了说有治洪的功能，好有生态多样性，然后刚才也讲了有气候变迁调节气候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森林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海洋也是，可是第三个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湿地了，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湿地是我们地球的肾，它可以处理我们很多的一些废弃物的问题，然后而且它将来刚刚像主持人说的，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生态的功能，这些生态的功能可以让我们想到我们未来的美好的环境，或者是现在美好的环境，就是旅游的功能。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新丰乡的乡民，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湿地的民众所关心的，就是说是不是能够结合生态跟旅游，能够让地方上能够达到所谓的三生有幸，就是生产、生态跟生活能够结合的一种永续性的生活。我想湿地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好，以上。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湿地的保育其实跟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目前在台湾，我们刚刚介绍到有分成3级嘛，有国际级、国家级跟地方级，有3级的这个湿地保育生态。但目前呢，就是说有这个公开展览，还有这个说明会，甚至是保育计划都已经审议通过的呢，有2个地方是国家级的。看得到是，首先是在阳明山的梦幻湖湿地，再有一个是在台东池上乡的大坡池湿地。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有2处是国际级的哦。那这个看得到是在这边曾文溪口的湿地，还有是四草湿地。这个2个呢，都在目前所谓的台江国家公园里面了哈。那这也是蛮早以前就开始被认定为是国家的这个国际级的重要湿地。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在的新丰还有盐水溪口呢，也是重要湿地。它目前是国家级的，它已经完成了公开展览还有说明会，目前这个保育计划正在审议当中。到底我们这个新丰的这个湿地，它原本是这个乡公所管的，后来给这个交由县政府管，现在要由中央来管，是不是它保护力道加强了？是不是政府投入的资源变多了？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讲，这到底是福是祸？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他们有非常多疑虑。我们先跟着新闻记者镜头来了解一下。我10几岁就补了，10岁，差不多10岁。40世界新竹新丰5面江水桥总超过半世纪咧，5名係其先發嘅工期，所以可比名譽快拍就必須全新界。全名嘅工作攏係其同勞工共下做，2個人共下合作，效率也加倍。我弟弟也2個都做收掉，那房子在那邊的嘛，他們比較近啊。新豐海巡就係江水橋嘅5場，利用氣流叫來收錢業，幫助海巡嘅5名。種2名嗰是流水造出來，沒有草就很快動作轉。還有啲草，你從2按拉3萬多哦，都幾年都唔得轉哦。另外一片勞工已經都無限咧，一片泥苗，一片小魚，兩應該收穫係滿南，太滿嘅魚當到妹，乃較細條嘅就留定自家食。這上面都是肉，所以沒幾多骨了，那身體有骨頭了。但我那天我也煮來吃了，都好吃了。中午喺江水橋幾40年來嘅生發挖礦，不過2年來，佢嘅5場分發為實體保育範圍之內，本期受理未來生發將會受到影響。我哋隨時都在拿下來種的嘛，不管什麼時候啦，都可以的。那你要旱啊，那種說唔得下來啊，限制啊，唔得下來，我們就苦哈哈了啦。祖先就咱開始咱要在你倆個今來7月10年啊，8年嘅時間啦。新豐鄉有3屆挖海嘅狀態，人口將近5000個人，主要嘅產業就係漁業。自從當地嘅楓樹林本人挖咗國家級重要實體了後，村民就開始受理未來嘅生活形態，將會受到限制。現在這心理上就是
就有一个烦恼，咱是讲啊，你设个湿地要啥？万一讲以后若要改进，恁政府要搁改迄个改造起来，啊，阮这生活，逐项都希望啊，逐项都设落来是要怎样生活安是？虽然湿地保育法开放本来嘅农业法统，不过居民还係有受理，甚至係認為已經有相關嘅農業野生動物法令咧，做乜嘅還係多一個濕地保育法來限制佢哋。另外，安尼對於法令認知差異嘅情形，也發生到當多其他本應劃作濕地嘅企業，也可能係主管機關未來愛克服嘅重要課題。好，新闻影片里面我们看到有个太太说：“哎，真的，如果这个画设湿地保育下去之后，我不能够下海来捕鱼，不能够来砍钩哈，这个来拉菇，那怎么办呢？我生活就无所着落了哈。那很多乡亲就觉得说，哎，这个画设湿地保育之后，是不是真的对我的影响生计就受到影响？他们有非常多的忧虑哦。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目前新丰湿地的它其实是有分区管理的，那面积大概有157公顷这么大。好，我们看呢，它分哪3区？首先有这个核心保育区，再来是环境教育区，还有一般使用区哦。那其中一般使用区的一般使用的2区呢，在这个地方是在退潮之后呢，往海里面去等深线大概是6公尺啊，这么深的地方都算是哦。那这个一般2区呢，有这127.30公顷这么大了啊。整个我们的新丰湿地的面积大概就是157.43公顷这么多哦，那都有分区使用、分区管理。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副处长，就是说，到底我们新丰湿地有什么样的这种魅力啊，就可以变成国家级的？那另外在这些分区管理，是不是也可以回应一下刚刚乡亲的忧虑，说，哎，是不是我在核心保育区里面我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还是说我在一般2区里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这个部分先请我们的副处长回答一下。针对于新丰湿地的部分，因为它算是在台湾最北岸的水笔仔跟海茄东的混生的一个河口的湿地哈。那大家也都知道，湿地它的生态教育功能很高哈。那我们在新丰湿地的这个部分，当然，而且我们早期就在这个湿地里面建置了一个步道哈，是在几个红树林区域蛮特殊的一个观光的景点，所以参访的民众很多哈。那至于整个画设湿地的那个程序的部分哈，它是由 NGO 的团体建议之后，送交营建署国家重要湿地评选小组来决定画设，所以整个程序上决定权还是在中央营建署这边。哦，所以等于说是地方民众可能在民国99年的那时候开始，就有地方就有一些真看到了保育湿地的重要性，湿地重要性，然后开始去做一些社区的培力工作也好啦，甚至是导览人才培训也好啊，就开始把这东西。把这个计划往上提，然后得到营建署的这个认可啊，变成是国家级的。那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场乡亲是不是觉得说没有错啦，是划成国家级的了，我觉得蛮与有荣焉。但是您心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疑虑的，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面对面来请教我们公部门代表，请举手发言。这位大哥是不是？好。首先我最不认同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叫国家重要湿地，重要在哪里？请说哦，请回答。那个，那刚刚我们副处长讲的是北台湾唯一一个水笔仔跟海茄东混生的一个河口型的湿地。这不单只有我们这里有，是我们新竹县到香山到竹北那边2、3处啊。哦，你可以划到那边去呀。哦，所以如果香山有划就好了，不要划到新丰。不要划那么多来嘛。好。你现在刚好潮汐淹上来，这是海呀，这不是什么湿地呀。湿地你要像刚刚那个讲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国际的那个湿地，那个湖的才是算湿地呀。第二个我问你，就是说保护的是什么？哦，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要保护的是哪一种珍贵的东西？是红树林嘛，你要多的是啊。我们可以讲说，那个海岸线只要潮间带验得到的、啊，哦，太多了，太多了。我们那水笔仔那太多了吧？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对划作湿地保育区？
这个要化您作担心会限缩你们现在原本在这些潮间带活动的一些生产的活动，是不是？对呀、对，好，不仅是渔民受限，是我们这个港口，那个港口那个出海口那边啊，是那都是大家在求以靠以这个生计的来养家活口的。好，谢谢。您主要担心就是说，既有的这些原来的渔业的活动会受到限制，就是了。那是太大了。好，谢谢。那我们先请一下这个姚分署长来讲一下，就是说，到底重要在哪里呀？你们不是已经开过这个公开展览跟说明会了吗？可是显然相信他听完你们的说明会之后，您说得很清楚，他听得不明白，哎，他现在不知道重要在哪里，可以再给我们重申一次吗？新丰湿地它绝对是有它生物多样性跟它自然性，还有对于说未来的我们环境资源的一个运用的重要性。所以这部分我想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因为有这么好美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一个生物资源，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维持得更好？所以我们是比较前瞻性的把它划设成重要的保育湿地。是，而且它真的不是前瞻性而已，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就已经很棒了。是，所以可能地方上误解是说，就像影片说的，我们有谣传说我们来了，湿地划上去，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就不能下海了。对不起，我们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目前我们刚刚看到新丰湿地分作3个区块在管理使用啊，其中最重要可能就是核心保育区吧，就是说整个红树林啊、混生的这些河口湿地就在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有9.95公顷，那它除了这些做保护啦、研究啊等等之类，我们特别用红色这边就写出来，就说既有渔业之现况使用。那副分署长是不是就是现在你可以在那边捞鱼？划设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捞鱼，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开放现场给乡亲，是不是还有其疑？其实我想，渔民他自己啊，住这边的人就已经很重视这一块了。那你现在划分成是自己的饭碗就对，不会把它打破。那我们其实一直有在维护。那你现在划分成国家湿地之后，虽然说它可以从现况来使用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在前几年的新闻有看到，我们高美湿地下去捞个那个蛤蟆，哦，抓个那个就被罚款，为什么？因为它是国家级，所以它不能下去。包含我们在香山那边也是一样，也是一个法令，突然我今天我要下去抓鱼或怎么样，我可能会用一些机具，我下去了没有跟你申请，一罚就是9万块。哦，罚则其实还蛮严格的。对，那已经这么多的罚则在罚了，大家已经是亦步亦趋的在做这个渔业行动。你现在又多了一个湿地，就跟我们代表刚才讲的哈，限制又多了一层。对，你今天现在讲说可以使用，那改朝换代之后，它的法很明确的就是你就是违法的。谁给渔民保证？谁给渔民保证说今天未来的执行者他不会拿法条来跟你讲说，我就是依这个法来罚你？那到底哪个法为主？很多限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疑虑。你周多的限制会影响到我们现有的一些渔业的行为，甚至观光油气也会包含观光，全部都影响到。那叫这边的人住了这么100-200年来，以后何去何从？好，就是我们住在海边，可是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湿地保育之后，我反而离海更远了，所以这是居民的担心。但是我们也来看到下一个，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是核心保育区都已经允许既有的这个农渔业使用状况啊。那如果看一般比较这个弹性比较大一点，一般使用区，我们现在看一般一区这个部分哦，那它其实依这个租约规定，因为主要是属于国有的林班地，这保安林或者是国有财产署是公有地，所以都是用租赁的方式啊。依相关租约规定来从事渔业养殖，还有什么新建、增建、改建的话，就要依相关规定来办理啊。那第5个也是重点，说从原来之现况使用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蔡家阳蔡老师，就说刚刚有乡亲提到说，没有错，法条都写的都允许，可是我们看到的生活经验，不管是从香山湿地也好，高美湿地也好，就不是这样子嘛。我就很担心啊，我不但连鱼不能抓，这样连观光客都不能来，下个水就要被罚钱9万块，很多哎。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大家认知上有这个不同？其实这就是在认知上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哈。像香山湿地那边其实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高美湿地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所以它被罚不是因为湿地，不是因为野生，湿地法那时候是还没有公告实施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太过严苛。所以在湿地的这些比较广泛性的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应的法令来保障现有的这个湿地的使用者。是，比如说像以前彰化，我们有一个很大湿地叫浊水溪口湿地，那边要开发国光石化，结果那里也不是保护区，也不是湿地法公告区，那很容易那个湿地面积就可能被破坏掉了。所以其实湿地法是在保障这个湿地的功能跟原有的这个民治使用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渔业、教育跟这个油气，所以法令规定下去，不会因为署长换人，不会因为政党轮替，然后就今天就换掉。而且今天录影下来以后，大家都可以拿这一集节目去告诉，所以大家要严责自负啊。这个是要对历史负责的哈。好，所以我觉得是法令上过去大家在执法跟媒体报道上面，大家有一个误解跟落差。我只知道被罚，可是不知道是因为哪一条法令被罚。对，所以高美湿地法现在它也是开放一些，比如说为什么要做那个木栈道？因为上面有一个很重要保护的标的，叫做云林官草。它的功能跟我们的湿地的红树林是一样的，所以为了怕说因为游客去踩坏那些云林官草，所以才做这个保护，而不是说限制大家不能走下去。你穿过那个步道之后，你爱怎么玩，其实都没有人在。就是说在云林官草长的那个地方，你不要下去踩坏了它的苗、它的植株。那过了这个植批区的话，你就随便你。然后渔民在采捞捕捞也都是要跨过那个步道区之后。就可以捕捞了，没有人会在云林官草那边去捕捞。但是游客如果不知道的话，反而下去破坏了这个湿地。宣导和教育很重要。好，那到底是哪一个法适法性的问题，或哪个法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竞合关系，但这竞合关系并不是说谁比较大，而是说因为每一个法，像还是说你不罚的就换我罚，是这样子？没有，不是，因为你保护的不一样。像国家公园，它是为了维护国家公园的这个环境。然后像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保护野生动物，那我的法是为了维护湿地，所以今天如果会影响到我湿地的，我当然要处理。澄清一件事，湿地保育法它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利用。好，我们不是一个保护区，我们是一个将来说让湿地变得更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法令，所以没有限制大家的利用，原来大家怎么用就是怎么用。好，这是我要郑重澄清。郑重澄清。好，我们听看乡亲的意见。其实讲这个湿地哈，我是觉得蛮讽刺的啦。去年大家应该都知道，新竹市8月的时候，市长带头在铲除那个56公顷的香山湿地那个红树林扩张56公顷，为什么？因为它制造的垃圾影响了排风，还有产生了那个大量的那个蚊蝇已经扰乱了居民的安宁、居民的那个生活而且，你如果不管理的话，那个一些多样性的植物了像那个贝类它根本都没有办法挖洞。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其实香山在国内香山它不是首例它骗了第二一倍金，动用的第二一倍金1200万1300万来产出56公顷在台湾在国外不是首例，高美湿地也曾产出过。彰化的滨海湿地也产出过，是在夏威夷、纽澳，这个都产出过。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讲保护，到底保护什么？但是我是赞成说，现有的要管理，要保育。我们现在谈保护了，应该先从管理，那个维护，保育再来保护。所以管理要放在第一位就对了。对。好，谢谢。好，谢谢许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他认为管理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就在新丰的隔壁香山，确实，不过新竹市政府有说是人为种植的红树林，所以他也有一些他的这个执法的说法了哈。但是乡亲也觉得说没有错，已经有这么多法在管理了，但是这个湿地保育法里面也有禁止的其中在第25条第6项讲说，未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将来国家级的这个就是由营建署来管理啦。那如果说哪一天这个主管机关认为说这里的蔓苗，好，这个野生这个蔓苗资源已经比较减少了，可能会影响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可能就要来限缩了。那民众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一条呢，让湿地保育法让当地的乡亲的
这个现有既有的渔业的资源使用受到了限制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副分组长，你怎么样来解释一下？那个主任刚才讲到说，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湿地上有非常多的生物，可是如果大量捞捕，对啊，捞鳗苗我们是绝对允许的，就是季节性的，像每年到了冬天，各地的那个河边都在捞鳗苗，出海口都在捞鳗苗。我们到哪里去？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可以的，我们只要定在保育利用计划里头。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找了一个团体，大量的来捞捕鳗苗，甚至不让乡亲捞，我想有这种集体行为的时候，那就可能会影响，我们就可能就会出面了。因为我们对湿地保育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我们担心有大量的一些工程建设会进到湿地里头来，或大量的开发。像彰化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彰化以前喜欢在海边去做垃圾的掩埋场，所以后来我们在彰化海岸划湿地的时候，这些掩埋场我们通通不只是要请他们不能在这边倒垃圾了，甚至有一些设施我们将来还要拆除。其实我们所做的作为是要保护渔民的生计的。就是说不让。所以您不但是允许民治利用，而且是开发回避这个部分。是我们总要是因为有人觉得台湾土地越来越珍贵，将来可以用到的是湿地是一个很好可以用的。像我们最近有一些团体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在我们的盐田上，湿地的盐田上面做 F1 赛车的赛车场。一直跟我们在努力这件事情。还好我们已经划设湿地了。否则我不晓得那一块那么漂亮的盐田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基本上在新丰这地方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湿地，我们真的大家要把它留下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说一般的乡亲对于说这样的一个湿地保育法设置之后呢，对新丰湿地还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跟着镜头再去了解一下。为营家孙，万岁嘞！为营家孙，万岁嘞！故乡土，万岁嘞！你係今年3月下旬，台南市區將軍鹽田嘅當地居民，不滿被內政府劃設為國家級濕地，去市政府申請嘅情況。去年2月初二，濕地保育法公告實施了後，除了本人劃設為濕地嘅區域，多多少少仍有一種不滿本人劃設受理影響生活。阻礙地方發展的了解地方議題，都得問題出頭那位。很多時候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有可能就是公聽會的時候才知道說，哇，這整個計劃是長什麼樣子。然後政府的資訊可能在網絡上面，但是很多比如說在地的鄉親居民，他們可能在用網絡這塊不是那麼的。還沒有那麼的熟悉。我也歡迎我來進步。政府應該要有一個更能夠深入民眾的方式啊。像如果假如說我辦一個公聽會，但是那個公聽會時間不好，那可能也許那居民根本也沒有時間去啊。政府推動按多元嘅發展，出發點當好，不過少了充分溝通，進一步得到居民認同嘅情況之下，當將要採取各個詳細嘅補救措施，未來發展嘅執行將較有意義。其實去年2月2號才公告實施的這個濕地保育法，它算是一部觀念蠻先進的一個立法。它譬如說，它納入了允許民治利用這個部分。他認為，當地社區或者是在地的這些組織 NGO 團體呢，都應該在人是一個很重要的濕地的影響關鍵因素，應該要納進來哦。所以它允許民治利用，所以允許現有。或從原來的這個現況使用等等啊，那我們看看剛剛新聞影片裡面是七股，我們看看新豐這邊的呢，它其實在去年的10月29號呢，就已經有這個保育利用計劃規劃了構想的座談會，那這是在新豐當地開的嘛哈。那今年2月1號到3月1號，在竹北的這個新竹縣政府所在地呢，有這個公開展覽。那其中2月26號呢，有來到我們新豐鄉進行說明會，所以有了這個座談會，有了一場說明會，也有這個公開展覽，這樣就夠了嗎？我想問一下我們現場鄉親，您覺得這樣的溝通就夠了嗎？第一個我們在地溝通真的很不足規劃規劃公告等居民都不知道說有這個公聽會在這邊要跟主持人報告不是都會告訴村長啊、鄰長之類的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這些鄉親都不知道說要開公聽會
还有他们说哦要画一次，大家乡亲讲说，知道的时候说一次要画100多公顷，大家各乡亲都很反对。有很多都画到海里面啊。对。所以你们还是觉得太大？太大，100多公顷太大。嘿，现有的红树林保护区这样子就好了，让我们这些村民有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不要来打扰我们这些村民。让我们村民有好的生活可以我今天有空我就去捕鱼，明天都可以自由的发挥不要划分这个保护区来控制我们这些村民。好，您刚刚说这个开说明会，您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这边有个村长，你告诉我们，难道是你没有去通知大家去开会吗？在这里我要向我们所有的乡亲说明一下，好，每次要开会，不是公听会，只是小聚会，都是在前一天通知。我想谁通知你？前一天谁通知你？是我们那个代表通知，希望村长能到场而已。他没有说一定要我们所有的乡亲知会一下。那代表你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们这村长？前一天才通知。我还到那个乡公所的那个客员跟我讲说，明天要开你师弟的那个保育这个会，我才知道，从来也没有通知说我们当地的这些民众来协调，都没有过啊，从来没有说正面的说有公文或者说告知你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的那个真的是有一点偷偷摸摸的了真的吗？好，那问一下我们这个农业处，这个乡公所打一通电话给我们代表就打一通电话给村长说，明天就要开会，是农业处没有通知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营建署没有通知？到底是谁没有通知？可以您先回答一下好了。我想公文的那个在地方政府的法令的执行面的部分当然一定是层层转知啦。那县政府按照公文的程序，一定是转到乡公所。那公文上就是写说，这个作业时间会留有几天？2天、1天，还是有一个礼拜10天？大概我们一般性的公文都会在1个礼拜内做完那像这个公告展示的部分，原则上不会超过1个礼拜就会转到公所的部分。那公所的话，我们在公文上面就会请他周知辖内的居民那转村里办公室。是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公文流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乡亲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这说明会前一天才知道讯息那刚刚也有乡亲在影片里面讲到说，很多时候来开这个说明会只是告诉我，政府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跟大家公告周知，讲给你们知道而已。那事实上已经没有这个公民参与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不够的那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乡亲也有意见？这位大哥。不管是营建署这边或是县府这边，其实给我们的一个资讯都是很短暂的，可能3天给我们知道，我们就赶快就号召几个民意代表去与会那个营建署，我们还跑到台北去，我们还刻意跑到台北去，所以我们在一个公告的通知上其实都是很临时性的，所以导致我们这社区的自己的一个沟通上也都不知道，所以在所以你们内部要形成共识或凝聚这个共同的这个想法，时间上也是很短促的，都很短暂的。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湿地它的重要，其实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不高的，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社区，我们新丰乡的对，你们不是有自己什么湿地保育协会吗？你们自己觉得你们的保育我们都有在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一直在跟那一些学者以及营建署告知说，我们需要的是以观光来维护这个湿地，而不是以保护来做这个观光，因为你一保护下去，我们建设不了了，我们做不了我们的事了。包含今天，如果说划设成国家级保育湿地之后，你们现在坏掉木栈道都可以有资源、有经费来修理的话，并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面从我们有这个湿地，都是由我们乡公所以及我们这些协会以及县府来维护这个湿地的。营建署等我们全部都整理好了，他们才跳进来的。他是来割稻子尾的吗？因为今天对，就算割稻子尾的啦。今天学者的进来今天学者的进来是因为说知道我们这一边的生态多样性，我们的生态以及我们的植物多样性。今天学者借由我们这个湿地来与营建署的一个提案，来争取一些经费。可是这些经费会跑到哪边去，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希望的是说，营建署以及的学者可以提供我们专业知识，
让我们的在地生根的人来营建我们这个红树林湿地，来创造这个红树林湿地才对的，而不是借由学者说有那个植物团体保护它的植物，我们营建署保护你的湿地，谁保护我们村民？谢谢这位乡亲大哥的发言啊，但是我们就从这个沟通里面发现说，好像真的在这个沟通上面，难道真的只是办了公开展览，办了这个构想的这座谈会，办了这公开说明会就够了吗？显然乡亲觉得说这些好像都不是很足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中央节目现场啊，上一团的讨论看到，其实地方上民众认为啊，那公部门佢哋公告咧，仲喺嚟開會啊，公開展覽時間，本佢哋總督委員指導嘅時間係非常非常的短，佢哋因為講按樣嘅交通咧，並冇工作得非常的好了哈。那我想請教我們的蔡在陽蔡老師說，我們剛剛看到就是民眾跟公部門之間。對於這個公文流程也好，或者公告周知的時間也好，或者內部要形成凝聚共識、要提出建議的這些時間也好，甚至你在網絡上面公告這城鄉數位落差這些問題都顯現出來了。就是說有啊，我有公告在網絡上面啊，我們相信說沒有呢，我沒有上網絡，我沒有看到呢，或者說這開會的時間可能是大家農忙的時間，我還要放下手邊工作跑到台北去開會，種種的不便民。好，那他們就認為說這個其實。可能讓我們對這個濕地保育法又再更扣分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其實剛剛鄉親講的，我們都感同身受，因為以前我們也是這樣，一直趕着去開會，然後資訊取得非常不對等啊。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政府，我覺得也要這邊稍微批評一下，就是有時候政府施政有時候太單向了，就是他自己決定，比如說現在大家都瞧好要開會時間，可是對當地居民的都不會事先。去詢問一下大家什麼時候比較有空。可是與會專家學者，大家都手邊事情很多，當然先敲他們的時間啊。對，可是在地的人感受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覺得在施政，比如說開會時間可以稍微再延多幾個時間，讓大家去選擇，好讓最多數可以參加的人那一天來決定開會的時間。那當然我還要再補充一下，就是說在這個濕地保育法，因為大家對於政府這個信任度，還有對法令的這個信任，這個非常差，所以即使再怎麼保證，好像大家也都很有疑慮。因為動保法強度就是這麼強啊，因為那個其他法令就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大家重新對一個法令說，我們在守法的過程，或者是說我們明定的這樣保育計劃，就是讓在地的這些行為，我們都已經落實在這個保育計劃裡面。這樣只要有外面的人要來破壞濕地，比如說我們的漁民絕對不會去亂倒垃圾，或者是去倒污水，那一定是有外面的人或者工廠。那這樣有濕地保育法或者其他的這個法律，這樣子就可以更加強這個管理跟執法的這個有效性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個對濕地法的認知應該要採用一個更寬，然後也是希望說政府在施政的時候能夠多雙向溝通，在地居民意見能夠最主要的納入，然後居民對於法律跟保育的認知也要再進一步的去提升，這樣雙方的互信要建立足夠，這樣子法令才能夠真正執行。那在這個政策學習的過程當中呢，有很多的鄉親覺得說，在地方的溝通上面還可以這樣繼續來加強哦。那其實大家都希望把事情做好，大家都認為說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台灣是我們家園。那在這件事情上面，不管是橫向溝通，或者說雙向溝通，或者說彼此之間的連結要怎麼樣做得更好？我們現在看一段新聞影片。在濕地挖石同審查嘅爭議當中，充分溝通變做主要嘅關鍵。主管機關未來還要其他濕地來進行濕地保育計劃嘅審查同再評定。應該要預選做，這樣子的不可有爭議。營建署應該盡可能的自己都可以應該要跳下來做，而不是把這樣的一個溝通的責任，就是完全就丟給那個地方的政府或地方的民間團體來處理。然後再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是，所謂的民眾參與，就在很多公部門的執行上，它其實都只是把它執行成，講白一點就叫社會溝通。就對公部門而言，他的社會溝通就是我只是來跟你討論一下，然後就他其實帶有立場的來跟你溝通，就希望你接受
他的一个想法。听等公民意识嘅提升，政府同决策嘅过程当中，民众嘅意见表达需要一定程度嘅参与。不过，安尼嘅参与，当场每办几场座谈会、公听会就是在实现。所以，采体组织的角色就变该当重要。可以透过像一些在地的团体，比如说里长、村长、乡长、社区发展协会这些团体，他们就是一起。就是在办公听会之前或说明会之前，先让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划设的范围，还有具体的一些可能会有哪些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那这些事情都先让大家先知道，然后再来争取大家的意见。办一个就是公民的讲堂，那就是请社区民众大家一起来。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做一个说明，然后再给大家一些讨论的时间，然后再一个说明的时间，然后让大家来讨论，让大家去清楚了解到、认识到这些事情啊。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地方上先要充分嘅资讯取得，充分讨论，解决无相关嘅意見，尋求共識，本政府同地方變做伙伴關係。相信係主管機關希望同歡喜看到嘅，呢度就係看執行嘅態度同用心。好，变成一个伙伴的关系哦。所以刚刚我们讲说，这一次的湿地保育法，它有2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允许民治利用。那既然是允许民治利用，表示说既从来现况，比如说是渔业或农业这些现况，都人的因素就变得很重要。所以纳入了社区的组织，也纳入了 NGO 或这些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纳进来哦，就是看重这个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常常讲施政要有感，就是要有效率哦。所以呢，你看我们有感，我们有公民参与，但是我们办了一场构想座谈会，我们办了公开展览，办一场说明会，很有效率，3次就把它解决掉。可是当地乡亲觉得是说没有呢，我讲的话好像都来不及想清楚，就已经碰到这些状况了，而且。10月29号，去年的10月29号开的构想座谈会是说，希望能够缩小这157公顷的新丰湿地啊。当时是说会带回去内部做检讨。那到底检讨怎么样？那目前这个保育计划的审议当中，我想可以先请我们的这个姚飞署长来提的，就是说座谈会上面有谈到说要缩小这面积。那最后这个。带回署里面做内部检讨的时候，有缩小吗？还是说其实没有缩小？那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在这一次2月26号说明会跟乡亲说明清楚？刚才各位乡亲说我们跟你们沟通不够，我个人认为真的是还要继续沟通，因为真的我想说还是因为是互信基础还不够了哈，我们彼此之间也还不够了解。那第二，缩小这个事情，因为它牵涉到湿地保育法要调整范围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在我们这个保育利用计划的上位计划，所以我们将来希望的是说，在这个专案小组里头，我们也做成决议说，是不是整个乡亲大家地方上希望说范围太大会影响太多，那成为一个议题了以后，我们要去修改我们上面的上位计划，就是说湿地的范围。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叫保育利用计划，就是说湿地的范围已经确定了，里面该做什么？像比如说，刚刚一直质疑的说农业能不能做，渔业能不能做？可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定了。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更大的议题，叫做范围是不是要缩小？因为范围变缩小变大，那我的保育利用计划就失所复利，就是说我要上去再检讨。所以这部分我跟各位乡亲保证说，因为上一次的专案小组已经提出这个议题了，然后我们专案小组也要我们来跟乡亲再来做说明，然后再把这个议题成为一个共识。那目前这个审议有没有时间表？目前是就是审议有没有时间表？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这我们法令规定是6个月之内要审议完成。6个月之内，那现在已经走了几个月了？现在走了应该是3个月了。3个月已经走了一半的时间了。那我们再开放给现场的乡亲，您认为说在这个，因为署长说，副署长说，这审议还有3个月的时间嘛，哈，那还会再下来一次。那今天有没有哪些你们觉得今天就可以先提出来的意见？新丰乡的这个红树林的范围并不是很大，然后在这个红树林的范围里面，我们却有2个渔港，一个是红毛港，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凤坑渔港。对，好，渔民普遍认为说应给予那个排除湿地的划定，就是渔港的范围，因为渔港以后可能还要做蛮多的设施。
好，与会的意见是说2个渔港能排除在外。好，还没这位。今天听下来，觉得说在地居民跟专家学者或政府机关的，应该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地方它虽然有人觉得不重要，有人觉得很重要，但是它应该是要被留下来，不然就没得玩了嘛。可是呢，在沟通上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在地的居民应该也不会同意，譬如说那边盖一个垃圾场或 F1 赛车，你们应该也不同意这件事。那学者这边认为说湿地法可以挡住这件事啊，那如果有一天遇到这样的困难，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到时候再抗争嘛？那所以你认为说湿地保育法多了一道护身符？我想专家的意见是这样，这应该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这个好意？可能你们不觉得是好意，你们可能有自己的方法可以面对。那另一方面，在地居民看起来，他们很不相信，法律的执行面上是可以考量他们的处境的。那如果在执行面上可以让在地居民可以加入那一个管理执行的考核，共管，让当地居民可以共管。如果在地的 NGO 已经努力这么久的人，他可以去共同参与判定这东西是不是明智，他能不能加入这个判定的行列，而不是完全由上级他说怎样就怎样。不只是之前的公听会做的不够公开，不够公共参与，在之后的管理跟实行上，是不是也能够有公共参与的方式，让在地的声音跟力量可以加入那一个管理的那个，不管是委员会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让他们能够有声音、有力量，可以决定这个东西的使用，按照在地的状态去落实这个保护。我想在地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理由去反对的，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这东西是不要比较好。对啊，他们刚刚是说这是他们饭碗，不会打破掉了啊。还有哪些乡亲有意见？我看这位大姐。其实今天听下来，我觉得就是划地保育区其实是利益良善，可是啊，明显的感觉到沟通过程实在是不足。那希望政府呢，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实的去改善，而不是说我只要办了然后就好了。事实上，他办了以后，他真的能够反映就是在地居民的心声吗？我觉得照顾在地乡亲。就是划地保育区要对在地的乡亲啊，是影响是最大的。那希望政府一定要照顾到在地居民。那我不知道说现场乡亲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级的新丰的保育湿地保育还有哪些想法？今天想要先跟我们这个姚副分署长先做说明的有没有？先做建议的，这位大哥。我们做小时候就有这个红树林，但是红树林划保护区是我们的为地方上的环境观光是有利益的了。但是呢，我们渔民你现在看得到的地方，我们都是我们渔民在讨生活的地方啊。所以呢，你这个红树林的范围，你预定的红树林范围就好了。但是你划了100多公顷了，100公顷你范围现在渔民可以自由去捞鱼啊，去捞鱼苗啊。那你有把你湿地，我划了100多岁，我要增加这边要红树林，一直种过去，一直种过去，那渔民要跑去哪里要抓鱼啊？所以你还是觉得范围太大的。你预定的范围，这个保护区预定范围固定的，剩下给渔民去讨生活，这样不是很好吗？好，谢谢。我看这位大哥，红树林保护区，大概在3周前，国家地理频道，我如果没记错，国家地理频道有讲红树林要保护，对。可是红树林它过于密集，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反而会让这整块湿地失去效用。在这边啊，还是给我们营建署的长官一个建议啦这个计划就暂停执行了为什么？应该是先来怎么辅助我们当地来实施这个红树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保育它，让整个红树林更健全，而不是急于把它设定为国家的一个保护区。我们开放最后一个机会，这位大哥好。我就叫一下我们副分署长，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那个鱼虾蟹的生态浩劫是什么造成的吗？是渔民滥捕吗？绝对不是是工厂排的废水、毒水毒害掉。大家都知道，每次如果台风季节到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大潮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趁大潮水，这工厂就偷排废水。对，那我们红毛港整片就是那个鱼尸，就是鱼尸。那所以我要告诉副分署长，只要你们把你们的工作执行项目之一，就是遏制那个
工厂的排毒，排做好以后废污水，我相信啊，这些生态一定会恢复，一定会恢复，不用你们来保育，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了。谢谢。好，那恐怕管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看起来不只是我们营建署这湿地保育，可能连这个县政府这边有一些权责单位也应该要一并纳进来看哦。好，那我想先从我们这个农业处这边开始好了哦。今天看到很多乡亲对于这个营建署、内政部营建署有很多建议，接下来新竹县有2块湿地啊，这个莲花寺啊，还有另外1块湿地，也要是地方级的，可能也要来进行评定。这些经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有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在前面做？那或者说你们在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醒中央，就是说可以做更细致的？2个问题，谢谢。这个一个湿地的划设，不论是在地居民的意见参与，或者是公部门政策跟目标的订定的部分，都跟县政府在执行面的部分都能够获取3方一个共赢哈。那当然在地居民想要的观光，不过我们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这边看到的是湿地的长远目标跟保育的功效哈。那对于整个生态面的贡献的部分，我想保育跟观光它不会是冲突的，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平衡点。那但是就是说，整个湿地划设的部分，或者是公告保育利用的计划的部分，都能够获得在地居民他的参与跟认同，因为社区居民的投入才是我们一个永续生态保育的一个目标跟发展的需求。刚刚乡亲讲到说，如果前面我没办法参与，那后端我可以来参与共同管理吗？就说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全台湾湿地类型这么多，有高山的，也有这平地的，也有海洋的啊，河口湿地。那适地、适宜、适性，因为湿地类别不一样，是很重要的。未来有可能在这管理上面，或者说维护上面，把地方纳进来共同管理，这个共同维护，这个有可能吗？算是亡羊补牢好了，也许也是一个蛮前瞻的做法。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部分是绝对可以的啦哈。绝对可以。为什么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拟的这个保育利用计划里头有一个实施计划。其实刚刚大家非常强调说，重点是这湿地怎么管理。当然现在有社区在管理很好，我也在公听会跟大家说，其实你让我们来参与，你们变成你们的伙伴。好，我们会想办法做一个平台。怎么说？就是说，刚才讲到村长讲的垃圾问题啊，木栈道的修护问题啊，污水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湿地可以做个平台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部分当然是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基于以前的经验，认为湿地是造成你们很大的困扰。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只要让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完整的保育利用计划，大家把意见在我们这个审议过程中间，跟我们的审议小组做一个充分沟通。所以这湿地存不存在，多大多小，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审议的过程中间来成就这些事情。只有沟通才能够达到共识了哈，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这个新丰湿地今天听起来，大家对于湿地的存在，大部分人都是支持的啦，只是范围的大小，它存在的功能，如何管理，这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会跟当地的民众、县市政府，还有甚至关心这些团体的民众，我们一起来努力了。这是我的想法，谢谢。好，那蔡老师，也许在这个在地的生活经验的纳入的过程里面，也许这个阶段可以更提早。那未来的共管，他们也这个署长也提到一个希望，说有可能做到。好，那就针对这个在地这个部分，因为湿地有很多不一样，就是未来划设之后，其实才是开始吧，哈，这划设只是一个起点。对未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那当然，显然这也不是一个个案，也许通案都有状况，你全面的一个建议。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保育利用计划，通常都是县政府在写一写，然后送过去，是不是可以以后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在写保育计划的时候，开一个工作坊，把大家都找来。今天我们在写什么文字在保育计划里面，然后大家都一起看过，共同审议，大家都没有意见了，然后再送中央营建署去审查。所以我觉得这个
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跟在地的这个互动，一定要再更加强啊。其实可能大家对于那种实体保育法，因为迄新的法令去年已经开始实施，有青岛米府哦，可能迄头摆迄条其他的管理判法咯，因为个强土管制较多，所以因为讲，你实体保育法可能对其个限制会变到限较多。故说了，虽然了法律里边有写到讲，原材你还有个使用方式做继续保留，但是大家还能因为讲，无可能啦，头摆按做，无是配备按做都不用发钱的吼，像你还非常创业交通，用把你来做，迄非常创业个韩国的滚动式的检讨，啊，与时俱进的观念的提升，好像然后大家都整体的带上来之后，才有可能是台湾未来永续发展。其实湿地保育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让大家知道永续利用这块这个议题哈。好像今天陈敏台 P 是经常都两边讲腔呀，属款什么太感恩之谁？谢谢。